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一場騷動。一、使徒行傳19章21至22節。這些事完了，保羅心裏定意經過了馬其頓、亞該亞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又說：我到了那裏以後，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。於是從幫助他的人中，打發提摩太、以拉都二人往馬其頓去，自己暫時等在亞西亞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。21至22節提到嘅這些事係指乜嘢事呢？經文提到保羅心裏定意，但係新普及譯本話聖靈催促佢。無論如何，保羅有乜嘢計劃同安排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傳福音，講真理，點解會引起紛爭或者騷動呢？福音唔係好消息咩？真理唔係人所追求嘅咩？點解人會拒絕福音同真理，甚至要煽動其他人一齊去攻擊傳福音講真理嘅人呢？使徒時代係咁樣，今日又點樣呢？今日因為福音同真理而起嘅紛爭係由邊個嚟挑起嘅呢？佢哋嘅理據係乜嘢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